喺原生家庭呢一件事或者課題之上，基本上每個人或者每個帶有挑戰、帶有課題嘅靈魂，其實都要去面對。原生家庭佢唔單單係指你本身嘅父母，亦都可能係指你新建立嘅原生家庭。前者好容易明白，即係你成長以嚟一直伴隨你嘅人，而後者即係話你走進婚姻之後，或者你處個長期嘅關係入面，建立咗愛人啊、伴侶啊，或者係情人啦，甚至係家庭啊、兄弟姊妹嘅角色入面，佢都會出現一樣嘢叫新原生家庭。咁喺呢一啲關係、呢啲家庭入面，往往會帶有唔同嘅情緒、唔同嘅劇情。而當你去到個位置，你感覺到卡關，或者你感覺到冇辦法喺呢一個環境入面成長嘅時候，咁你就要作出個抉擇同埋選擇，而令到自己要前進。咁以下有3個信息係俾你可以參考下，去做一個決定。第一個信息，你要去判斷一下，你而家身處嘅所謂原生家庭到底係咪一個長時間嘅有毒環境？你要記住係長時間嘅有毒環境，即係當你1年365日，日日都係家嘈屋閉，日日都係各種負面情緒，日日都好似修羅場，日日都好似地獄咁，你係唔會想返屋企。而呢個所謂嘅屋企，佢唔會帶俾你有個安全感、舒適感，你亦都係唔自在，亦都想逃避，甚至佢會影響到你嘅基本生存空間，同埋你嘅基本生存意識，再影響到你日常生活嘅時候，咁你可能要考慮下遠離一啲負面嘅人事物，從呢個充滿負能量嘅家庭或者有毒嘅一個原生環境進行一個隔離，甚至係永遠地封鎖。要點樣做？睇你嘅做法，睇你嘅選擇，睇你嘅程度。有啲好可能係你自己喺呢個家庭入面抽咗出嚟，冇一齊住啦，你哋關係反而更加融洽，更加容易去相處，因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空間，亦都唔會日對夜對，亦都唔會將大家當係彼此嘅情緒垃圾桶，互相掉負能量，互相掉事，亦都冇得怨啦。大家各自生活，得閒飲茶，咁呢個會係其中個方向，其中個方法。第二種係你知道情況已經好差啦，每一次嘅聯絡，每一次嘅見面，每一次嘅相處都好似火星撞地球，永遠都係矛盾之爭、矛盾嘅對決。咁喺呢個情況底下，你哋係適合永恆地、永久地分開，唔好再見啦，唔好再聯絡啦，唔好再抱有任何希望。咁當然呢一啲選擇嘅背後，佢都會有相應嘅難度或相應嘅事情你要去處理。所以點解開始會同你講呢件事係必須建基於長時間，因為每一段關係、每一種相處模式，佢梗係會有碰撞嘅時刻、矛盾嘅時刻、攻擊嘅時刻、休息嘅時刻、快樂嘅時刻，佢唔會永遠都一樣。所以如果你話可能間中一次，你就覺得呢個係有毒環境、有毒嘅問題，咁你有機會小題大做，但係會尊重你嘅意願。即係如果你覺得呢一種唔係小題大做，而係你覺得你好嚴重，受到好嚴重嘅傷害，可一不可再嘅傷害，或者不可一不可再嘅傷害，咩都好。如果真係令到你覺得咁唔舒服嘅話，咁你離開，呢個係一個最好嘅選擇。而喺呢一點之上，佢會伴隨住一啲陷阱嘅出現。咩叫陷阱？陷阱係指你會想去改變你嘅家庭成員，令到佢哋聽你指揮，唔同你產生任何衝突，去塑造你理想、你慾望中嘅家庭環境。即係好似你見到嘅電視劇嗰啲家人好完美相處啊，好溫馨啊，
你見到呢個片面嘅時候，你就會想你嘅家庭係咁樣，所以就出咗好多所謂呃錢啦，或者係令到你有所誤會嘅嘢啦。例如同你講啊，只要你做一個儀式，你嘅屋企人就會聽聽話話噶啦。只要你做完某啲嘢，上完某啲課堂之後，你屋企同你之間就唔會有任何關係，唔會有任何所謂嘅摩擦關係產生啦，會好順暢、好順水啊。你只要輸出某啲能量啊，學咗某啲咩氣功啊、靈氣深化練完之後咧，你成個家庭就好和諧噶啦。你買個幾十萬、幾百萬嘅嘢，買粒石頭擺喺屋企，你成個屋企就會好和諧噶啦。有啲嘢你要諗清楚，到底你係想親自去解決個問題、面對個問題，定係你想逃避個問題，將你個波射落去人哋身上？因為你揾得呢啲自己唔使點樣付出，唔使面對呢啲課題問題嘅，你就想用他人嘅手借刀殺人，搞掂你嘅父母，搞掂你嘅家庭課題，咁你未免會想得太多，太天真。咁你話你覺得我呢度講嘅唔啱，冇問題，或者你有你自己套冇問題，我都照講啫。你願意聽 OK，你唔想聽，你覺得唔啱都 OK，冇問題，你自己決定。但係喺呢度可以提你嘅，唔好諗住行任何嘅捷徑，因為任何嘅捷徑都會有機會帶嚟一個巨大嘅反噬效果。即係好似你去賭錢，你將你成副身家擺上去賭台度，賭贏咗當然好啦，但係多數都係會賭輸，所以你自己小心睇路。咁第二樣嘢，你要學識去照顧自己。無論你選擇點樣用一個點嘅方式，或者點嘅工具，或者點嘅套路，咩都好，只要你喺處理原生家庭呢個課題之上，一旦你選擇咗分開，喺呢個情況底下，你嘅人生會產生劇烈嘅巨變，因為所有嘢都要由你自己嚟重新調整過。喺呢個過程入面，你避唔到，佢就好似一個重新嚟過嘅過程一樣。喺呢個重新嚟過嘅過程，係指你要重新孕育自己一次，因為你係你自己嘅屋企人，咩都係你自己，所有嘢你都要親力親為去幫自己去度去諗。你會有個低谷期，呢個低谷期好重要，佢幫你蛻變。只要你過咗呢個低谷期，所有嘢都會順水翻，所以唔好期望話我離開咗呢個原生家庭，我人生就會改運。佢未去到咁誇張，但係佢會有個低谷期，要你重新去打造自己，去試煉你自己。所以喺所有方面，包括你嘅身心靈啊，你基本飲食啊，或所有嘢都你都好好照顧自己，呢個先係為一個最優嘅解答。第三樣嘢，你會有機會去重組你嘅新原生家庭，意思指你本身同屋企人唔得嘅，冇辦法一齊住嘅，但係你可能喺照顧自己或者完成自己個人課題嘅同時間，有機會接觸到愛情嘅課題。喺愛情嘅課題之上，你有機會識到個人或者識到其他人同你去重新組織一個新嘅原生家庭。呢個伴侶同伴侶之間啦，亦都有啲可能你唔想揾伴侶愛情，但係你揾咗所謂嘅朋友或者一啲志同道合嘅人事物，佢都可以幫你組成一個所謂嘅家族，一個新嘅原生家庭，一個新嘅社群、新嘅群體，都有機會係視為新原生家庭嘅功課。而另外一樣係喺新原生家庭之上再重新嚟過。意思係指你同你原生家庭分開啦，你識咗個新嘅伴侶，結埋婚生埋仔啦，喺你嘅新原生家庭度，你發現災難再次出現啦。原來當初嘅你自己同埋你認識嘅新嘅對方，大家都冇處理好自己嘅嘢，就咁行埋咗一齊，變相你哋又重複翻啲你哋唔願意面對嘅家庭課題。咁喺呢個時候，當你發現冇辦法再解決啦，咁唯有分開，對自己、對大家，甚至對你啲仔女先係最好嘅選擇。喺呢個議題之上，
唔適合用任何情緒勒索或者道德綁架，唔適合講任何仁義。因為當你面對呢個問題，如果你去到極端嘅時候，其實已經係危及到你嘅生命或者危及到他人嘅安全嘅時候，咁你要好好作出個抉擇同選擇，特別係對自己嘅人生選擇負責任，呢個先係最重點、最重要嘅基本步。